要每個星期減到1磅，淨係耍太極梗係唔夠啦。今日我哋跟葉生去超級市場睇下佢平時自己會入啲咩貨，然後嘞就梗係交俾營養師 Sally 發落啦。嗱，生果咧就一啲新鮮嘅生果嚟講咧，其實就好健康嘅。咁但係咧，由於你有糖尿病個關係咧，你食嘅份量咧就要控制得好好。乳酪嚟講咧都可以食嘅，因為佢鈣質都好豐富，只要係買低脂就可以啦。呢啲茶嚟講咧，只要係無糖嘅，咁你都 OK 嘅，都可以飲嘅。至於其餘嘅食物咧，都屬於一啲高油鹽糖嘅嘢食嚟㗎，所以咧就唔適宜你去即係經常去食用㗎。哇！咁樣我真係乜都唔使食。咁唔係嘅，都有好多嘢可以食嘅。咁你跟我嚟啦。見葉生中意食零食，但又要食得健康 ，Sally 就同佢重新揀過一車適合佢嘅食物，等佢唔好覺得生活質素受到影響。初頭我都擔心我好多嘢都唔食得，而家咧都仲有好多選擇，我都冇咁驚啦。點解呢排冇見一排飲食方面點樣啊 OK 啊，我呢個月咧都輕咗5至6磅，咁樣我同埋我都有 keep 住嗰啲飲食記錄嘅，你睇下點樣啊？好啊。咦，咁幾好喎！起碼咧做到咧1日3餐定時定候嘅，咁同埋咧餐與餐之間咧都有啲健康嘅小食，例如食啊生果啊咁樣嘅。咁仲有咧，見到你喺茶餐廳嘅時候咧，盡量食一啲湯米粉，少咗好多嗰啲炒粉麵飯啊咁樣嘅，都進步咗好多。另外，我覺得最大嘅改善咧，就係開始咧有運動嗰個習慣。而家見到你咧，每日咧都朝早同埋晚上咧都各做20分鐘嘅運動，咁都已經係好大嘅進步啦。